农粮署举办观摩会，展示自动野肥的机械，鼓励农民使用有机肥，嘛使用机械来种植，一来解决着欠工的问题，二来嘛来提升着农产的竞争力。 机械伫咧田内底快速向前，同时嘛继续野肥挑。这是农粮署举办的观摩会，向农民小解解决生物废弃物和农业欠工的问题。只要使用它里面成分积分超过50%以上的，我们每公斤就补助4块，来协助农友施用。其中针对合格肥料，10公斤补助4块，嘛是希望减少化肥料含青加屎对土地影响，希望环保和农业生态轮当各周转。我们知道生技分在使用上就是会造成环境的问题啦。那所以我们希望说，农友来使用这些已经经过发酵或者是加工后的肥料，那对我们环境品质会更有帮助。有机肥料对来当改善土壤，未来有机会结合优善政策，争取到国际认定的碳权，做好零碳排循环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